刚今好煮的迄嘛个，你的拿手菜迄嘛个？我拿手菜哦，像我朋友来时节，迄一段人来，我就会煮，我就会煲粥啊，我就会煲安尼盐的粥啊。因为闽南以前嗰段人种盐的嘛，种盐的相同迄个高度密集劳动的一个安尼产业，所以他家摘盐的摘的，我都叫是点心嘛，所以他家规啊都。可能今明年迄10万年的盐呢，就会多一年的货房地要去整理盐的嘛。啊，摘过来要整理以前哦，伊夫人家为了表示心意，就会准备一大煲的那个粥，咸粥。比方讲，先分他家哦，是点心是包了，样做的继续做些。啊，一时间哦，我生意的嘛，变好贵啊都有卡位。啊，生意就停落去啊食。吼，安尼个咸粥就这么简单啊，就会猪肉、三层酱嘛，啊去煸安尼个用的嘛，啊煸的以后呢，煲做煮的，啊最面再落安尼个黄的安尼鲫鱼罐头，下去啊冰是酸的下去，啊吃的时间咯，第一是米酒同安尼个调油，啊有时来的冰是豆瓣酱，以前安尼韩式时间，他做些点心就是那种东西啊。我冇食过安尼的咸粥呢，非常好吃哦，所以它有专有名称哈，很多盐那种，那让安尼煮哦，因为安尼冇不用盐多。其实盐咧做迄后辈人去讲的啦，啊，伊时节就讲是点心嘛，啊，今日点心有的时节因为老板买，啊，么就会家人就煲粥嘛，煲粥的话最简单啦，就安尼个饭安尼全部米全部调来煮成太棒安尼，他个就是。我讲能用的料团配。嗰種配味都唔係安尼嘅，吼，配的地方就唔係安尼。配的地方，煮起來如果個鐵配。係啊，經典元素就會講啊，那個用的嘛，而且經過啊切條啊煮肉，要有油上層醬，來煸蔥條，煸嘅以後呢，你水同米生米，我是用生米，也係講啊飯嘛做得啦，調下去看下燜啊，差不多燜20分鐘以後呢，我就落那個鲫魚罐頭下去。啊，我發現哦，其實一條東西啊，吼，就係闽南人啲跟阿公婆嘅東西。